大家好，今日會為大家介紹一個擎天半島3座極高層 F 單位嘅租盤，個單位實用面積係973呎。我哋而家入屋睇下，呢個係嘅客飯廳嘅部分。而喺擎天半島3座嘅 F 單位，佢哋出名就係嗰10尺闊嘅長廳。我個景觀就望返奧運站西伯利亞嘅景觀，因為呢個單位真係非常之高層。呢個係個飯廳嘅部分，跟住我哋望下佢嘅睡房，呢個係第一間細嘅睡房。到第二間睡房，咁業主亦都係冇改動價格，係維持原裝嘅3房間隔。跟住入到主人套房，我哋會見到有一立嘅衣櫃啦，而佢景觀仲有一個特別，我除咗可以望到奧運站西伯利亞，亦都可以望到東九龍嘅海景。跟住就係主人套房嘅浴室。另一間浴室，跟住個廚房同埋工人房呢，亦都係會再翻新多次添嘅。如果大家對呢個單位有興趣嘅，歡迎聯絡我㗎。